你个人你是专家的观点，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再来的next 10 years， 这个美元在这个整个金融世界这个情形会有什么变化？谢谢你。我想我绝对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哈。但是那个上个月正好那个陈思维哈，陈思维是那个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啊，他是写那个创投政策跟钱币政策的，有很多是他写的。我刚好跟他对谈过，我是问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民币的这个自由度，他说是一定会自由化啊。自由化就是说这个就是自由化，他的自由化定义跟我们的自由化定义不大一样嘛，那就是也就是说不同的程度，像人民币以前是没有那个，那现在好像有两个那个是政府在操盘的这个人民币的基金，你可以去买卖哈。像我现在在钱搬进来搬进去，现在比以前就容易很多哈，就要有迹可循。不管说是讲美金还是讲美国哈，有一个我要强调，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看好美国的啊，因为我觉得美国我看几样事情啊，那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看法，像几年前奥巴马当选啊，这种事情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啊，就有这样的人、这样的组合、这样的气氛、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就可以在这个很不同的情况下，所以他应该是一个能够会改过哈，会重新出发，会不断寻求转。然后你不要忘记哦，美国来讲有两个观念哈，一个是美国整体，另外一个是美国精英哈。你自己眼睛闭起来，你想想看，全世界新的最值钱的公司哪5家？全部都是美国公司 ，Apple、Google、Facebook、Amazon， 全部都是美国。然后全世界在干什么？都在学这些公司。你现在不知道，可能还有好几家公司类似这样，全世界要来学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美国它的主流哈，美国欠很多钱，可是美国有一个东西是很多钱的，你看不到。美国的 corporation， 哇，那个 Microsoft 40个 billion，Apple 20个 billion，Google 10几个，这加起来的几千个 billion， 几个 trillion， 都放在 corporation 里面啊，跟那个人家在做什么外汇账这个是不大一样啊。那我不是财经专家啊，所以这个要是我讲的有错，只是我个人的孤陋寡闻，对不起。那先这样，还有没有？谢谢。最重要一点，你们要告诉大家一些名牌嘛。不敢，我不是，他是做过博，我是做投资，我不是做理财的，不敢。如果没有，请王思颖，请。请教你那个这次金融风暴对创投影响大不大？很大，很大啊，但是很奇怪啊，就是说，因为这个金融风暴啊，我用，因为这个我们来讲啊，就跟其他场合讲不一样。你要谈金融风暴，一定要谈美国，就要谈大陆啊。金融风暴这几年呢，在中国创投产生一件什么事情？以前呢，大家投资都要美金的基金去投，这几年人民币的基金，以前你做一个饼啊，它是一小块，现在那个饼是超过美金的基金。在中国玩，大家都要人民币的基金啊。那我们那个公司投进去都是2年以后才要用的钱，都现在先汇给他嘛，都换成人民币嘛。当时是6.6、6.7，现在是6.1、6.2这样差不多哈。那所以对创投来讲，伤害其实跟那个 dot-com bubble 的时候一样啊，就是说，你会因为这个经济的问题、不景气的问题，你在投资的时候就景气好的时候，这是我们叫做钱追人啊。那现在景气比较不好的话，就人追钱。人追钱有个好处，真正强的就会出现嘛，啊，真正强的就会出现。像最近这个市场，我想明年 Facebook 会很好。那这个礼拜我不晓得那个 Groupon 上了没有？上了。好，上了，多少钱？ 23块左右。
他那个，你如果能赚就先卖，啊，因为 Groupon 是一个完全没有门槛的公司。那以前中国一家都没有，2年里面现在多了1万家，都是在做 Groupon 啊。那这种就是说，这种就是像当年，你想想看嘛，我们在 .com bubble 的时候创投，我讲给你听啊，很有意思啊。.com bubble 泡沫破灭的时候啊，那时候之前很疯狂哈，每一年哈，Internet 新的公司有多少家？全美国增加1万家。好，你算算看啊，纳斯达克跟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不要说 Internet 公司 ，High Tech 上市的一年有几家？最多的时候60家，后来是普通是30家，2000年以后一年只有10几家。那你每年开1万家，上市10几家，其他9000多家怎么办？哦，一定就是嘛，一定就是嘛。这个就是说，我刚刚讲说很重要的核心价值，你是人云亦云，还是你有自己的这个核心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异，至少我的看法是这样。还有没有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没有也可以。好，那交给你了，谢谢你。哦，那个，我今天有带20本我的最新的书，汗牛卖20块钱，我今天让大家感谢台湾商会卖10块钱一本，只是收成本回来啊。那个可能请看看谁来帮忙，先来先拿，后面没有，对不起，因为我只拿20本，好不好？我怕卖不掉很难看的。谢谢你。好，我们这边2个仪式啊，第一个我们有一个 prac 要谢谢我们 Bob 来给我们今天这么好的演讲，所以请大家鼓励一下。好，现在应该是自由了吧？是。我们刚刚没有听那个处长讲一句话，任讲几句话吧。好，我们众望所归的主任上台。他是我们到现在最支持我们的这个处长。不敢当，非常谢谢 Frank 会长啊！我们今天晚上的主讲人啊 Bob 是我认识多年的一位非常有成功的一位 VC 创投的一个专家，我非常敬佩他啊！还有在座有许多位我非常敬爱的先进长辈啊，我们的崔委员、崔大姐，还有光博总会长各位委员哈非常的高兴我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参加我们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的非常安排非常好的一个晚会啊。那台湾商会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对于我们团结我们的会员，然后能够说在我们的侨界也做到了许许多多像我晓得我们下个礼拜在感恩节的前夕，也特别的对我们的主流社区表达了我们台湾人社区对于这个人道方面我们的关怀这都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地方所以非常谢谢Frank， 谢谢我们的会长，谢谢我们所有在座的各位好朋友我们文教中心呢副主任高家富高副主任和我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盛会那我非常的感谢台湾商会在各方面给文教中心给侨委会许多的支持，许多的协助，再一次谢谢大家，谢谢。主任可以的话，下星期2我们在Fremont感恩节那个来帮我们台湾社长，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书我看我不用卖了，因为好像已经要卖光了，所以你就不要顾礼节就冲上来了你在顾礼节我看你没几本。好，那另外呢那个Bob 林的这个夫人她 Jill 她带了一个仪器是我们崔大姐特别要求的你要不要自己上来讲一下，介绍一下？
大家知道是一台机器，还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好，谢谢 Frank。谢谢崔大姐哈，她允许我带我这个机器来。那事实上，这个机器是华贸公司的一个产品，是 Farmanex 的一个产品哈，而且是专利的，世界上唯一的，就是说可以multiple 可以拿来拿去的一个测试 antioxidant 健康指数的一个机器。那么你们知道，如果你要很健康的话，又是哪些很重要的因素啊？谁知道？老师在问问题啦。健康的因素有4大因素，什么？年轻不一定哦 ，actually 指数很低的大学生的指数都非常非常的低。你们知道为什么？对。没事，对了 ，OK， 所以健康的4大要素就是运动，再过来就是均衡的饮食、良好的睡眠，还有不要有压力 ，OK。如果你是这种的话，就表示说你的分数都会很高。那么 Dr. Oz 呢用过，你们都知道 Dr. Oz 是哪一位嘛？哈，对，他在电视上用过这个机器，他就是测试他自己，因为他是个医生，那么他自己很注重养生。他自己第一次测的时候，你们猜他的分数是几分？他分数是从1万到5万。那美国人一般平均都是2万3万，因为美国人怎么样吃什么 hamburger 喝 Coke， 然后大部分很少运动 ，OK， 也不吃青菜。所以 average 来讲的话，美国人的分数是2万到3万，那5万会及格。Dr. Oz 有没有人猜猜看他几分？我可以把这个 email 给你们看哈，他的 clip 给你们看。他第一次测的时候就7万5，所以呢，那小妹我呢第一次测的时候就5万6，就是已经及格哈。那就是因为我很注重说的比真的 ，OK， 那就是说我吃很多青菜，肉我也吃，可是吃很少，然后我运动很多，我是fitness instructor， 我做瑜伽，我也跳 Zumba，OK， 那当然就是说我在饮食上面吃很多青菜水果，那我睡觉也很好，所以今天呢，谢谢薛大姐让我有就是机会把机器带来，如果说你们还没有测的呢，你们就来测一测。分数高，那就很高兴，很棒。如果是5万分以上的，那就是恭喜你哈，你及格 ，stay away from cancer。如果你是2万到3万，那么你就是还有 improve 的空间，回去运动，回去吃 balance 的饮食。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再来问我。那如果有兴趣，我可以把Dr. Oz 的 information email 给你们。谢谢。谢谢Jill哦，所以爸教我们赚钱，然后太太教我们养生哦，非常感谢。那请大家去排队吧。今天的会剩下的时间就是大家交流了，好不好？那谢谢各位今天的参加。那我们后面有很多好像剩菜哦，如果有人要的话，可以麻烦不要浪费哦，谢谢。我们还。